分秒係嘛？5分鐘，唔爭啊，攞隻字啊，一個波都使到5分鐘嘛，因為降埋條，即係冰整降埋條數，0.6啊，啱冇啊，所以我這兩才錄時間啫喎，有個就錄唔了啦。如何能愛着你，苦也未去到。一樣的。我錄啊，彈了嗎？唔得啦，你可以撳頭個冇定，而家成日玩冇定，好鬼用定嘅嘛。